第84集，基督苦難主日。各位 2AC 澳洲華人電台嘅聽眾，歡迎各位收聽主日聖經。天主教主日聖經分為甲、乙、丙3年，呢一輯係甲年。節目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分係誦讀新舊約聖經章節，部分章節會以口語嘅方式為大家講述。節目嘅下半部分係已故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恩保德神父喺如之音主日5分鐘嘅錄音講道。恩神父講道內容豐富，能夠啟發人心，所以好受教友歡迎。今個主日係基督苦難主日，亦稱為聖枝主日。喺今日嘅講道，恩神父會使你更加明白逾越節嘅意義。今日嘅第一篇讀經係依撒意亞先知書，佢話對於侮辱同唾污，佢冇遮掩佢嘅面，因為佢知道佢唔會受辱。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第50章4到7節。我主上主賜給了我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言語來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喚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生一樣靜聽。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我將我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我的面，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因此我不怕蒙羞，所以我板着臉像一塊碎石，因為我知道我決不會受辱。答唱詠。凡看見我的人都譏笑我，他們都撇着嘴，搖着頭說：他既信賴上主，上主就應救他；上主既喜愛他，也就該拯救他。成群惡犬圍困着我，大批歹徒環繞着我，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我的骨骼掕掕可數。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上主，請不要遠離我，我的勇力，請速來扶助我。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盛大的集會中讚美歌頌你。你們敬畏上主的人，請讚美上主；雅各伯所有的後裔，請光榮上主；以色列的一切子孫，請敬畏上主。今日嘅第二篇讀經係聖保祿嘅書信，佢話耶穌貶抑自己，
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第2章6到11節。弟兄姊妹們，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下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上主的話。福音前歡呼。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今日嘅福音係講耶穌點樣進入耶路撒冷，同埋佢受難嘅始末。恭讀聖馬竇福音，耶穌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嚟到靠近橄欖山嘅貝特法格嘅時候，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佢哋講：你哋過去對面嘅村莊，就會見到一隻綁住嘅母驢，同一隻同母驢一齊嘅小驢駒。你哋解開佢哋帶過嚟。如果有人對你哋講乜嘢，你哋就話主要用佢哋，佢就會立刻放佢哋嚟啦。呢件事發生係應驗先知所講嘅。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看，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裏，溫和的騎着一匹驢，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門徒就去照耶穌吩咐佢哋嘅做咗啦。佢哋帶咗母驢同小驢駒過嚟，將外衣搭喺佢哋身上，扶耶穌坐喺上邊。好多群眾將自己嘅外衣鋪喺路上，仲有啲人從樹上砍下樹枝鋪喺路上。前呼後擁嘅群眾高聲歡呼：何三立於達味之子，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何三立於至高之天。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全城轟動。佢哋問：呢個人係邊個呢？群眾話：呢個係加里肋亞納匝肋嘅先知耶穌。上主的話。馬竇所在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喺嗰個時候，耶穌企喺總督面前，總督就審問佢話：你係猶太人嘅君王咩？耶穌回答話：你講得啱。當司祭長同長老控告耶穌嘅時候，耶穌乜嘢都冇回答。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話：你冇聽見佢哋提出好多證據嚟控告你咩？耶穌連一句說話都冇回答，以致總督大為驚異。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為民眾釋放一個佢哋願意釋放嘅囚犯。嗰陣時，正有一個出名嘅囚犯叫做巴辣巴。當群眾聚集一齊嘅時候，比拉多對佢哋講：你哋願意我為你哋釋放邊一個呢？巴辣巴，或者嗰個稱為默西亞嘅耶穌呢？原來比拉多知道佢哋係由於嫉妒先將耶穌解送過嚟。比拉多正在坐堂嘅時候，佢嘅妻子派人到佢面前講：你千萬唔好干涉嗰個義人嘅事，因為我為佢今日喺夢中受咗好多苦。司祭長同長老就說服咗民眾，叫佢哋要求釋放巴辣巴，而殺害耶穌。總督又對佢哋講：呢兩個人中，你哋願意我為你哋釋放邊一個呢？民眾話：巴辣巴。比拉多對佢哋講：係咁，對於嗰個稱為默西亞嘅耶穌，
我應該點做呢？眾人回答話：釘佢喺十字架上。總督又問佢究竟做咗乜嘢惡事呢？佢哋更加大聲喊話：釘死佢喺十字架上。比拉多見事情毫無進展，反而更為混亂，於是拎水當住民眾洗手，話：對呢個義人嘅血，我係無罪嘅，你哋自己負責啦。全體百姓回答話：佢嘅血歸喺我哋同我哋嘅子孫身上。於是比拉多為佢哋釋放咗巴辣巴。至於耶穌，將佢鞭打之後，交俾人釘喺十字架上。嗰時，總督嘅兵士將耶穌帶到總督府內，召集咗全隊圍住耶穌，剝咗佢嘅衫，為佢披上一件紫紅色嘅外氅，又用荊棘編咗個刺冠戴喺佢頭上，拎一支蘆葦放喺佢右手度，然後跪喺佢面前戲弄佢話：猶太人的君王萬歲！然後逼上耶穌吐口水，拎起蘆葦敲打佢嘅頭。戲弄完咗，就剝咗佢件外氅，又着翻佢自己嘅衣服，帶佢去釘喺十字架上。佢哋出嚟嘅時候，遇到一個基勒雅人，名叫西滿，就強迫佢背負耶穌嘅十字架。到咗一個叫做哥爾哥大嘅地方，即係稱為髑髏嘅地方，佢哋就拎苦艾調和嘅酒俾耶穌飲。耶穌只係試咗一下，就唔願意飲。佢哋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以後就抽籤分咗耶穌嘅衣服，然後坐喺嗰度看守佢。喺耶穌嘅頭上放咗佢嘅罪狀牌，寫住：這是耶穌，猶太人的君王。當時同耶穌一齊被釘喺十字架上嘅，仲有兩個強盜，一個喺右邊，一個喺左邊。路過嘅人都搖頭辱罵耶穌話：你呢個拆毀聖殿而3日內重建起嚟嘅，救你自己啦！如果你係天主子，就由十字架上落嚟啦！司祭長同經師同長老亦都戲弄耶穌話：佢救咗人哋就唔能夠救自己。佢既係以色列嘅君王，而家從十字架上落嚟啦，我哋就信佢。佢信賴天主，如果天主喜歡佢，而家就應該救佢啦。因為佢講過，我是天主子。同耶穌一齊被釘喺十字架上嘅強盜，亦都咁樣譏笑佢。從第6時辰起，直到第9時辰，遍地都黑暗啦。約莫第9時辰，耶穌大聲呼喊話：厄利厄利，勒馬撒巴赫塔尼。意思係話：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企喺嗰度嘅人中有幾個聽見咗就話啦：呢個人喺度呼喚厄利亞。佢哋中有一個人立即走去拎咗海綿浸滿咗醋，綁喺蘆葦上遞俾耶穌飲。其餘嘅人就話啦：等一等，我哋睇下係咪厄利亞嚟救佢啦。耶穌又大喊一聲，就交付咗靈魂。睇下聖所嘅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岩石崩裂，墳墓自開，好多長眠嘅聖者嘅身體復活咗。喺耶穌復活之後，佢哋由墳墓出嚟，進入聖城，顯現俾好多人。百夫長同佢一齊看守耶穌嘅人，一見地動同所發生嘅事，就非常害怕，仲話：這人真是天主子。上主的話。你好，你好，歡迎大家一齊研究默想一個好出名嘅主日，一講就知道係邊一個主日，聖枝主日。好多國家有唔同嘅方式，但係嗰個核心呢，聖枝主日就係耶穌行一條路，從加利肋亞落
嚟耶路撒冷。呢一條路入邊發生好多嘢，有時耶穌好似好權威，好似真係天主喺度；有陣時呢係失敗者，俾人哋忽視，係一個好矛盾嘅嘢。嗱，耶穌同佢嘅宗徒一到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係呢個旅程嘅結局。耶穌自己話呢個結局我驚啊，會發生好多嘢喺耶路撒冷，就係聖枝主日係啱啱呢個星期呢個結局嘅第一日。當然啦，呢一日呢跟住嗰個旅程嘅氣氛咁樣進行，即係話嗰個氣程有陣時呢好成功，有陣時呢好明顯係天主之子，有陣時呢係俾人哋打，俾人哋侮辱。呢個聖枝主日呢好得意啊！佢一到咗耶路撒冷，已經有好多人，有群眾喎。點解呢？因為群眾聽到好出名嘅人啊，偉大嘅先知啊，默西亞會嚟我哋呢度，所以佢哋好自然預備一個凱旋的歡迎，凱旋嘅。佢哋用一個字何山那，何三納呢個字呢，嗰個何山納嗰個字，多數用為歡迎一個皇帝，或者係一個祈禱啊，主拯救我們，或者呢係讚美天主，或者呢係歡迎默西亞。咁佢哋呢好自然開始叫，好似唱。咁呢個係歡迎一個默西亞大件事。嗱，矛盾應該呢有咁樣嘅凱旋嘅進入呢，應該耶穌嚟騎一隻馬，或者呢更加似樣一個戰車，即係好威嗰個將軍有自己嘅戰車咁樣入。咁啊默西亞好偉大，唔係喎。耶穌叫宗徒借一段時間，借一個母驢同埋呢嗰個子驢，借聖經冇話到呢隻驢嘅主人啦，識得耶穌啊，可能係嗰個氣氛入邊啊，佢話好攞，佢借一陣俾翻佢。呢樣嘢呢係一個矛盾，凱旋嘅進入，佢騎一隻小驢，好似唔夾嘅。但係呢，耶穌想強調乜嘢？我係默西亞，但係我係溫和謙虛，罪人係我嘅朋友。我騎一隻小驢，因為係接近群眾多啲。最嬲嘅人啦，係邊個啊？唔歡迎呢個默西亞係邊個呢？係耶穌嘅敵人之一，司祭長、法利賽人、經師長老。其實主要就係呢啲人。要求比拉多呢個人係要死嘅，因為呢個人啦所講嘅道理、所做嘅嘢呢，毀滅咗猶太嘅宗教，改晒係異端嘅。我哋唔喜歡呢啲人，所以耶穌嘅死亡啦係呢啲人決定嘅。有陣時我哋覺得係天主決定，因為天主要求補贖我哋嘅罪過，係。天主睇到呢啲人嘅罪惡，審判一個無罪嘅人，都可以有一個救恩嘅後果。但係嗰個決定呢，係呢啲人加埋比拉多。我話一個凱旋嘅進入呢，嗰啲人揸住啲樹枝，嗱，我哋都係而家舉行嗰個聖枝遊行啊，度揸啲樹枝，即係講啲細節嘅嘢。馬竇福音講啊，呢啲樹枝呢，多數係橄欖樹嘅樹枝。如果你睇馬竇21章第8節呢，馬竇話耶穌同耶穌嘅宗徒一到咗橄欖山，咁啊開始預備嗰個進入，又係嗰陣時係春天，農夫已經修剪嗰啲橄欖樹，修剪嘅時候呢，有好多樹枝喺地下。執就得，但係如果你睇《若望福音》呢，第12章第13節嗰度好清楚，佢話人哋揸住棕櫚枝，所以兩種都得，冇乜所謂。但係個意思呢，揸樹枝係歡迎偉大的君王。咁你睇到啊，有少少矛盾，凱旋嘅進入，騎驢子。好啦，入咗之後點呢？又係另外一樣嘢矛盾。耶穌去咗聖殿，一到咗聖殿，
見到喺聖殿範圍內有好多買賣活動。嗱，大家要明白，買賣活動係必須嘅，因為喺聖殿範圍內呢，人唔可以用平時用嗰啲羅馬銀幣，羅馬銀幣唔入得聖殿，所以猶太人啊，如果你喺聖殿要買祭品啊，要買嗰啲嘢呢，要用猶太嘅錢，咁啊嗰啲人係咪即係換錢，將羅馬嘅錢佢俾翻佢啲猶太嘅錢？本來呢係人哋要求嘛，但係耶穌嘅行動係好犀利啊，有好深嘅意思啊！佢一入咗，見到呢啲嘢，趕晒抌晒嗰啲嘢，錢啊，開晒嗰啲白鴿嗰啲飛走，即係好大件事啊！然後講一句説話咧，天父呢度呢係天父嘅屋企，但係你哋變咗一個賊嘅竇，好嚴重啊！因為嗰度做呢啲嘢呢，又司祭長啊，又司祭啊，又法利賽人咁樣。有一樣嘢呢，可能你冇留意到，係好細節，但係幾重要。我覺得為明白耶穌嘅行動。佢話耶穌趕晒嗰啲人之後呢，有一班傷殘嘅人，有啲瞎子、瘸子，係耶穌嘅最好嘅朋友，喺聖殿入邊啊！耶穌即刻行奇蹟，表示聖殿係一個歡迎呢啲人嘅地方，唔係做買賣，係表示天父嘅慈悲，唔係司祭長嘅權威。所以馬竇寫咁清楚，醫好嗰啲傷殘人士啊，喺聖殿入邊啦，講嗰句説話，呢度係祈禱嘅地方。仲有啲細路仔又係喺聖殿入邊歡迎耶穌，都揸住啲樹枝歡迎耶穌。嗱，呢度呢有耶穌嘅另外一面。呢個默西亞係尋找病人、期待治療嘅人。呢個聖殿啦係慈悲治療嘅地方，唔係買祭品奉獻俾天主。呢個行動啊，趕嗰啲做買賣嘅人啦，有一個好深嘅意思嘅。耶穌唔係咁簡單，只係趕嗰啲做啲唔好嘅嘢，唔係。耶穌話俾人哋知，我來呢，人類開始一個新嘅時代，新嘅思想，新嘅天主嘅觀念，即係一個革命。司祭長係啱嘅，呢個人啊，改革我哋傳統嘅宗教，但係改革並非是毀滅。耶穌講一句説話，你哋呢可以拆毀呢個聖殿，我3日建設翻。佢哋唔明嘅笑，我哋咁多年，我哋嘅祖先做呢個聖殿，而家你3日，你係邊個？係福音講啊，耶穌講佢嘅復活。呢個時代呢，聖殿就係復活嘅身體。耶穌第一個係呢個聖殿嘅磐石，然後信耶穌嘅人啦，係呢個聖殿嘅活石，一齊建設一個新嘅聖殿。天父只係喜歡呢個聖殿，唔在意要嗰個石頭嘅聖殿，係好大嘅改革。如果我用啲俗啲嘅説話講，耶穌抵死啊！即係咁大膽講呢啲嘢，佢唔係講啊，佢啲行動做出嚟呢。群眾又跟佢哋驚啊！呢個人係要毀滅石頭嘅聖殿結束。而家呢，朝拜天父，以心神以真理，呢個係唯一嘅禮儀。心神真理，佢話天父尋找呢種嘅朝拜者，就係嗰個屬神嘅聖殿啦，係屬神，屬於聖神。聖神係天主嘅真理，我哋跟呢個真理，咁我哋朝拜天父。我講咗啦，聖枝主日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係一個旅程嘅結局，同埋呢一週入邊啦，好隆重慶祝紀念耶穌嘅逾越奧蹟。你聽過呢個字好多次啊！逾越奧蹟係乜嘢？係耶穌嘅苦難，係耶穌嘅死亡，係耶穌嘅復活。3樣嘢，耶穌嘅苦難、死亡、復活，叫做逾越奧蹟。舊約嘅時候呢，逾越奧蹟就係嗰隻羊紀念梅瑟乜乜乜。而家呢，我哋係信主嘅門徒啊，逾越奧蹟
或者我哋叫做巴斯掛奧蹟，因為希伯來文巴斯掛咪即是逾越硬過去。耶穌都用呢個字啊，我從天落嚟，而家呢從呢度呢我翻去個天嗰度，所以呢個逾越節一年一週係紀念嘅，仲有啊一週一天有紀念，每週有主日嘅彌撒係紀念耶穌嘅逾越奧蹟，一年一週一週一天。除咗聖枝主日呢，你都要預備慶祝聖週四。聖週四呢係耶穌表示佢點樣愛佢嘅門徒，點樣愛人類。喺呢個新嘅時代，愛謙虛係最緊要。耶穌立個榜樣，洗門徒嘅腳。洗腳呢係必須，因為嗰陣時你嗰啲路啊好污糟嘅，好多塵。咁人哋請你食嘢喺屋企食，梗係要第一件事要洗塵啊！但係嗰個工作唔係屋企人做啊，請奴隸做啊。咁耶穌係我哋嘅奴隸，佢服侍，佢話邊個跟我呢？要咁樣做，咁樣表示嗰個信仰。你哋之間彼此洗腳，即係個服務，同埋嗰晚啦，亦都耶穌留低咗紀念呢個逾越奧蹟嘅聖事，即是聖體聖血共用嘅聖事。然後跟住呢，星期五啊都屬於聖週入邊重要嘅日子。耶穌嘅死亡好矛盾，一方面係一個罪犯，係一個被釘十字架上嘅奴隸，但係另外一方面，佢講一句說話：當你哋舉起我，就係十字架上呢，全人類歸向我。所以呢，人哋希望毀滅呢個人，但係呢，實在全人類會歸向我。你留意下讀嗰個耶穌苦難始末聖週五啦嗰日呢，尾有一句說話好感動。羅馬嘅百夫長見到耶穌嘅死亡，耶穌嘅態度啊，佢就歸向佢。這人真是天主子。一個結論，耶穌係天主子，享受天主嘅地位同埋光榮。但係聖保祿話讀經義，雖然佢有天主嘅地位同埋權威，但係為執行人類嘅救恩，佢願意拋棄晒呢個天主嘅特權，嚟呢個世界上你變咗奴隸。因為佢行咗逾越咁深嘅到人嘅奴隸嘅地位呢，所以天父復活咗佢，擺佢係最高嘅地位，成個宇宙嘅主。希望呢啲說話幫我哋呢慶祝呢個聖枝主日，佢有好深嘅意義入邊。當然啦，都有細路仔玩啊，佢哋 OK 嘅，都有嗰個遊行，人哋睇住我哋啊 OK。但係希望我哋心入邊啦，我哋慶祝緊耶穌嘅逾越奧蹟。各位聽眾朋友，今日嘅主日聖經同神父嘅講道已經播完啦。如果你認識一啲朋友，想多啲聽下聖經，又或者你識一啲長者教友，可能因為行動不便，未能參與實體或者網上彌撒嘅，你不妨介紹佢聽呢個節目，因為呢個節目嘅內容係同主日彌撒相同嘅。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周再見啦。
十字架上，懷似天主極其教養他，賜給了他一個名號，超越其他所有名號，超越其他所有名號。天主是天上人間一切，一聽耶穌的名，無不屈膝叩拜，無不屈膝叩拜，一切順事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以光榮天主聖父，以光榮天主聖